点点亮亮，准备好了没啊？我们要出发去求水喽！来了！红姐姐，你刚刚说求水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求水就是游泳啊。哦，求水。没错，求水。出发前再检查一次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。真的吗？我来看看，运仪泳衣带了没？运仪带了。那运摸泳帽带了没？带了。运摸？为什么要带运摸啊？我只是去玩水，又没有真的要游泳。点点，运摸是要把你的头发包起来，这样子你在玩水的时候，头发就不会掉到游泳池里面啊。要不然游泳池里面都是大家的头发，那不是很恶心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彤彤姐姐，我的头发又不多，也要带运摸吗？点点，当然要啊！运摸除了把头发包起来之外，也可以保护你的头不会直接碰到水，也比较不会冰冰冷冷的哦。哦，那我赶快去拿运摸，快点哦！我们等你一起去求水。我来了！太棒了！那现在求水之旅我们要出发喽！求水游泳，求水游泳。亮亮，你要去哪边啊？我要跟点点去海边求水。去海边求水，我也要去。运仪泳衣，运仪泳衣，运摸泳帽，运摸泳帽。亮亮，你为什么要穿着运仪呀？因为等一下要去求水，先穿比较方便啊。可是也用不着现在就带着运摸吧？因为我怕等一下出门下雨，要保护我的头啊。小朋友去求水的时候要记得带运仪还有运摸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张来了。张来了。